廣州你以為好貴，其實全部免費嘅5個地方，一齊嚟睇下。1. 廣東省博物館，館藏精美豐富，去一次回味1年嘅寶藏打卡地。3樓夾層仲有海洋館同恐龍化石骨架展。2. 沙面島，廣州最具歐陸風情嘅街區，曾係英法租界，擁有150幾座歷史建築，超適合影相打卡。3. 喺廣州，點可以唔嚟石室聖心大教堂？免費免預約，外觀宏偉壯觀，內裏彩色玻璃窗多彩絢麗，超震撼。4. 越秀公園，國家4A 級免費景區，內有五羊雕像、明代古城牆、紀念碑等歷史遺跡，兼具自然與人文。5. 永慶坊，廣州最靚騎樓街，融合咗西關文化與現代文創，有李小龍祖居、粵劇藝術博物館、月亮橋等打卡點。